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初6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增加43例，40个带病入境，3个本土的拢甲高雄拖出去的旅行团有关系，目前当地做采检。罗西亚乌克兰原本讲要互百姓先撤离，想袂到罗西亚煞搁继续攻击，保证国讲若有国家设禁航区，都是要参战。受到少子化的影响，有学校为着招生，提出360万的奖学金，有的是开新的系数来成人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仔日新增加43个确诊的病例，包括40个带病入境，甲3个本土的个案。这3个本土的拢甲高雄自助餐的店员拖出去的旅游团有关系。为着调查感染源，目前指挥中心是已经甲旅游团只36个人做血清抗体采检。目前有34个团员或依靠2倍这种抗体是阴性，另外2个人还阁当伫检验当中。若感染源爱等病毒的基因定序，还阁有疫调结果出来才会知影。高雄甲台南的环保局人员伫店头甲街路一直伫消毒，因为又有确诊者来过。国内新冠本土病例新增加3例，拢是高雄自助餐延伸旅游团相关的。那3例本土病例为1男2女，年龄在10多岁到70多岁之间。那居住县市台南有2例，高雄1例。其中台南新增加2名确诊个案，案例20973、20974是最翁仔某，是进前确诊案例20912的阿姊甲姊夫，拢是经营家族的饲鸡场。因为在这段时间是非常时期，那这个要去参加旅游不是不行。再看看我们隔壁的香港，昨天大概36000多个确诊案例，我们还是要恳请我们的国人朋友们，在跨县市这个旅游的时候，跨县市移动的时候，可能千万还是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另外，高雄新增加案例20939是老新大菜员工，因为案例20860、20861加20862这一家人，3月7暗时北到老新大菜去食饭。一个20939是道边的服务人员，因为8接触离确诊，CT 值32是无症状。在高雄、新北跟台南。这个CT 值其实都大概是20左右所以我们是判断这个是属于第一波的感染那我们第二波就是他的回来以后，旅游回来以后，他的同住家人在3月1号他们有去用餐的这个服务生那这个时间也造成第二波的感染但今摆讲，旅游团确诊者有4成无症状，而且对时间上来看，可能有第3波的感染，调查难度真悬。指挥中心也讲，这旅游团36位成员拢已经进行血清抗体检验，其中34位N蛋白是阴性，2个检验中，因为感染源源不明，必须经由基因定序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拄则咱看到高雄自助餐店个案拖去旅游团确诊的病例，目前上新的消息已经有9个人去验到。有专家就建议讲，参加团体活动进前，上好爱完整做过疫苗，来降低验到的风险。工作人员伫游览车顶悬一直消毒，冷气抽风设备是加强的重点。因为高雄自助餐个案延伸旅行团确诊，目前已经有9个人染疫，国内游览车业者唔敢带去。我们带的都是团体旅游的客人，所以他们都是几乎都有照册。那我们上车也都会扫条码，我们现在车上也都有那个 CO2 类似清净消毒的一个装置在，有抽风机，所以还是可以产生对流的。高雄旅行团确诊者有4成无症状，而且为时间上可能有第3摆感染。即马有专家就建议参加团体活动，尽量爱做疫苗。以新冠病毒在往后的变异株来说，未来都是要打3剂以上才能够说降低整体的感染的幅度了不然说还是有一些没有打疫苗上来的人可能就会造成说感染的之余呢，可能会有一些重症率提升的风险。这旅游团染疫事件也互外界烦恼，是不是影响放零防疫？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伫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这不是大规模，有真侪团体发生安尼情形，未影响放零防疫。什么样是感染源头，议员爱进一步研判。另外，伫做疫苗部分，即马国内A Z疫苗还阁剩200多万剂，会伫5月底全部到期，到时阵恐惊爱全部销毁。如果要打，那当然尽量打。不过看起来大家要用完的可能性并不高。
当然过期了也只好报废。但市长强调，在防疫上，不管是药物疫苗，本来就超额准备，未买拄好的量，若是无做完过期，也只好报废。记者综合报道。接下咱继续来关心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原本双边有讲好要设立人道走廊，和百姓先撤离，想袂到罗西亚竟然无照片照行，佮继续攻击，造成乌克兰南部的城市是断水断电，手机嘛无信号，情形是真热烈。若罗西亚总统普京是真阿爸放刁讲，任何国家若假设禁航区，都是残忍的行为。俄军伫乌克兰的军事基地清点军车甲武器，俄国国防部放出上新的画面，佮表示已经成功占领乌克兰南部都市赫尔松。在车国赫尔松的中央广场，2000多人反抗俄军入侵。两国战火第11天，原本双方要照谈判结果，伫南部的马里坡甲沃尔诺瓦哈蒂设人道走廊，协助居民撤离。想袂到俄军阁继续轰炸，马里坡情势真惨重，断水断电，手机也无信号。乌克兰指控俄国违反停火协议。俄国总统普京放话，任何国家伫乌克兰设禁航区，应讲是参战，对俄国实施严格制裁国家，也被看作是宣战行为。Если дальше они будут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елать то, что они делают, я уже тоже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они ставят вообще под вопрос будущность украин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当时，各国想要用经济制裁甲外交谈判来调解。以色列总理班奈特初五亲身到克里姆林宫会见普廷，然后过去北平甲德国总理肖兹会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展开欧洲6国访问之旅。The entire world stands with Ukraine, just as I am standing here in Ukraine with my friend, my colleague.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顿爱美方阵甲军员，特别是战机加大型防空系统来对抗俄国空军。美国总统拜登也承诺，会提供乌克兰财政资源，继续对俄国制裁。目前有超过3000个美国人报名外籍军团，其中不少是天空军人。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表示，第3摆谈判会伫初7。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到当时已经超过10天，国际社会出现未少甲乌克兰乌援的行动。目前英国、德国、法国等等的国家有民众发起示威的活动，要求罗西亚都要结束攻击的行动。另外，联合国的难民署嘛公布数据，为2月20日爆发战争到今，目前已经有差不多130万乌克兰的民众撤离，而且难民的人数恐惊也会持续加悬。上百位民众集合在英国伦敦的街路上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They are trying to undermine our morale and boost in Ukraine, hitting the civilian people. But we'll never give up. We'll not fall for any of the provocations ever. 在新闻行动中，有不少乌克兰民众摸着乌克兰的国旗唱国歌，呼吁俄罗斯马上停止战争。If you had just one wish for this whole situation, what would it be? Stop the war! Stop the war! It's just me. 带着早囝走离开乌克兰的老母，想到故乡的战事是哪讲哪好。法国巴黎街路上上款一下军啊签名抗议的群众，要声援乌克兰，并且谴责俄罗斯。另外，伫德国慕尼黑当地时间初5，有2000外民众伫乌克兰甲俄罗斯自慕尼黑领事馆中间5个不相的地点，大家手牵手有4.4公里这么长来挺乌克兰。Ich finde es total scheiße, was die Russen machen und was Putin macht. Ist ein Mörder. 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引发国际社会讨论，真侪国家民众拢发起反战的示威。为伫罗马尼亚甲乌克兰中间的摩尔多瓦，更加出现真侪难民。而且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估算，即阵大约有130万名的乌克兰民众走离开乌克兰，有5人数会继续增加，也是第2次大战以来难民走离家园速度上紧的一摆。As a matter of fact, I think that by tonight, latest tomorrow,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that have crossed out of Ukraine will reach 1.5 million. I think Poland yesterday saw in one day alone 100,000 people crossing. Anything that could hurt the Russian economy will help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may make this war more difficult for Putin. Cut off Visa and MasterCard privileges to the Russian people.
民间新闻乌克兰的力量一直增加，各大业者会陆续投入制裁行列。即阵连国际信用卡业者 Visa 也有万斯达卡也拢在车股宣布，要切断俄罗斯银行的支付系统，希望对各种的管道来阻止战火一直拖。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民众同款是真关心目前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有人成立声援乌克兰的团体，结合各国在台人士，做伙来支持乌克兰。今仔日伫咧台北的自由广场举办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去现场感応援。各国民众集合伫自由广场，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战事，民间团体台湾甲乌克兰徛做伙，策来发起集会活动，邀请伫台湾的各国人民斗阵为乌克兰战声。我们反战呐，应该尊重那个乌克兰人的自由啊，还有他们的主权。我们应该要关心那个世界发生的事，不能只是关心我们心旁边的事。Putin is not Russia. He turns free media into a powerful disinformation machine on a global scale. 我们是社群的世代，那我们就想要用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去让大家聚集在一起，去让资讯流通。政府的部分外交部2月28嘛已经运送27吨医疗物资提供帮助。3月初5嘛发起募集活动，向台湾民众募集日常用品、医疗药品等等物资，要送到乌克兰周边的欧洲国家，予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使用。车子嘛成立募款专户，大家都共同用行动来支持乌克兰。那政府开的这个捐款的这个专户，其实也已经有8000多万的这个捐款涌入。那这代表台湾民间社会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支持是非常强烈的。民间团体表示，目前有甲乌克兰周边国家的团体保持双边沟通，会使及时了解乌克兰需要什么款的帮助。伫台湾的社员活动，目前计划伫后礼拜举办大规模游行。记者郭不根郑派文台北报道。乌克兰受到罗西亚武力的攻击了后，虽然中国社会大部分拢是挺罗西亚，不过中国并无公开来表态。未少国际学者拢认为讲，中国若是表态，对罗西亚或者是乌克兰，还有西方国家，拢会真歹交代。目前这款无明确的态度，对因来讲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上好的立场。你们支持不管哪一边啊，我希望你们站在生命的那一边，那个老百姓不希望打仗。这如果乌克兰的中国民众进行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中国网友围攻，伊不满来反击，也增加批评中国铁桥的过程上慢，也无考虑中国侨民甚至都经由较近的所在安全到铁桥接炮的所在。另外，也批评中国政权遭到开除共产党籍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搁再批评，中国在开战进前无愿意撤离侨民，是要维护国内属自国际假象，也对内来宣传引起社会好战的情绪。而他们明明知道是要可能打仗，他们居然不撤销，就是制造这种假象，帮着这个就是普京来欺骗全球。不过，中国并无明确表达支持俄罗斯，像是联合国安理会甲人权理事会进前对着俄罗斯甲乌克兰危机的相关投票，拢是投弃权票，而唔是反对票。就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也是呼吁双方用对话解决争端。中方认为，解决乌克兰危机还是要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办事：一是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坚持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有学者分析，中国一方面无想要破坏甲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另外一方面也烦恼未来若是伫侵台湾的合理性，所以无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明确来表示。挺俄罗斯挺得非常公开的时候，会使中国跟整个西方的经济会脱钩的程度会进一步扩大。那这东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坦白讲是不利的。克里米亚危机跟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呢，中国并没有表态支持，俄罗斯也并没有支持，就是中国在南海的这个主权纠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双方关系的本质。也就是他们合作，事实上是由权益跟投机主义所驱动的居多。学者认为，中国甲俄罗斯的关系一向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所以当明确表示会互家己下列进退两难的风险，无清无楚的态度，对着中国国家利益来讲，变作是上好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关心在地消息，伫高雄阿莲区早起发生国军的战车启动着电火条的事故，这个电火条是现全的歪去，目前是无影响附近的用电。这架战车那像是为着要闪另外一架车，才启动着电火条加在是无人伤亡。
民众开车经过高雄阿莲区这个产业道路，本来真顺利的动线煞慢落来。原来头前这台战车弄路边的电火条电火条当场就歪去，好佳在无倒落。这台战车伫遐过来，的时阵从我一个从伊加到天条。现场搁塞车弄了后，战车也伫军方人员到位了后离开。台电紧急出动吊车固定电火条搁派人抢修，也强调无因为这事故停电。依据那个双方的责任，到时候将那个车祸情形，送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来鉴定双方的责任。届时会请军方到案说明。因闪避突然闯越交管的民车，不慎擦撞电线杆。后续将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并依军车保险规定办理相关事宜。军方回应，迄时阵战车咧训练，经过高雄阿莲区的时阵，向民众赛车弄交管，为闪车才会弄电火条战车驾驶及时反应，无造成人车损伤，后续会由保险协助赔偿。毋过战车弄电火条毋是第一摆，2020年金门也发生过，战车伫演习的时阵，好亲像速度伤过紧，弄电火条，并且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半暝2点外，高雄的大寮一栋大楼着火，警消是赶紧疏散73个居民。尾仔调查发现，讲着火原因是住伫4楼一个查某人，因为甲因男朋友分手，心情歹，伫咧厝内底乞来搭烧衫裤，火怎安尼被收煞？加在是无人伤亡。目前警方嘛照公共危险罪罪嫌，甲伊移送地检署侦办。大火一直为4楼走出来，半暝2点，这栋伫咧高雄大寮区后整理的大楼，警报声一直弹，阁有庆烟，民众惊甲赶紧逃生。我现在是中风在床上，他已经在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我赶快弄他，弄。我刚刚把窗户门的都关起来。味道是不是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我整个屋子，我整个客厅里面满满的烟。真侪人拢是穿困衫就撞落来，阁有人塞伫行动无方便的红色，赶紧来离开现场。警消一边拍火，一边来清点人数。半点钟内底火势控制掉的大楼的徛户，拢总73个人疏散。清早发现起火原因是住伫4楼的过程女子，不满甲男朋友分手，伫咧厝内烧家己的衫裤，所以火就甲无法度拍花。8楼建筑物于4楼外部有火焰，立即部水线抢救。火势于2点28分熄灭。因与男友分手，心情不好。在住家房间内以打火机点燃自己衣服，发泄情绪，之后反悔，却无法扑灭火势。女子向警方承认，伊家己烧衫裤，煞伫点火了后就反悔，毋过无法度家己甲火拍花，嘛甲厝内底的眠床阁有家具拢烧歹去。加在火拍了真紧，无造成人员的伤亡。最后，互警方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互地检署侦办。记者王刘婷、柯正顺高雄报道。这2天，伫北中南拢有大学等等的学校办入学的博览会，受到招假坏影响，有不少私立学校是真拼是伫咧办招生，有学校就提出360万的奖学金，也有学校是真积极开新的系所，要用毕业的出路来成人目。我们财经法律学系呢，其实成立快要20年了。学校详细向每一个学生说明科系特色，连续2天举办的大学季节校园入学博览会，吸引真侪毕业生来了解。有人心目中早就选好有人是选系无选校。心中的第一志愿。在这边吗？没有。对，中心吧。比较偏重先选系，对，因为有明确的目标，就想要读自己喜欢的科系。受少子化冲击，真侪出的大专院校甲高中职招生拢真困难，不过也有学校因应大环境，推出高价奖学金。那成绩满积分个写第一志愿，就领到360万。只要他是满积分，然后填亚洲为第一志愿，那有360万。那后续如果他愿意继续深造，然后做了交换生、硕博士，他就可以累积到480万。结果私校推出新的系所，结合辅导考照方向，主打未来发展性，希望引导有名有才的学校来拼场。
很多的学生也会考虑，就是说往公立学校去。但是我觉得对于有证照的科系，其实学生在考虑的时候，不妨也可以思考，是应该选系，而不一定是选校当一个考量。这个供需的部分，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性的话，对我觉得不太会受少子化的影响。高点认为人才流向甲市场性有关系。教育制度因为少子化面临变革，学校各凭本事招生，希望学生阿门来遮读。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针对民众喙齿健康的状况做追踪调查，其中6岁至18岁囡仔喙齿的健康受到手续茶甜的饮料影响是袂少。根据统计显示，逐工若是啉3杯以上的手续茶，食起酒起是无啉甜的饮料的2杯以上。用冰角配料甲凉的蓝做伙，现做阁会当克制化。手续茶伫台湾是真时行，嘛受到囡仔甲青少年的欢迎。卫福部针对民众酒气统计研究资料显示，手续茶对6岁至18岁囡仔喙齿的健康影响是真大。逐工若啉3杯，正起酒气的几率是无啉甜的饮料的2倍以上。含糖饮料在口腔里面经过一段时间会产生酸性物质，那对我们牙齿来讲，它就会比较。第一个是它会软化，第二个呢，细菌的作用，它就容易造成蛀牙的破坏。根据研究显示，到2020年为止，咱国12岁的囡仔正气、酒气经验的指数平均值是2.01起，比2011年的2.5起有较降低，不过也是比全球平均的1.67起是悬真济。卫福部分析，手续茶伫台湾流行的次文化，确实对囡仔喙齿的健康有真大影响，所以会持续甲手续茶饮料啉的量纳入去酒气的统计甲分析。这些年至于台湾的手摇饮料非常盛行嘛，从这个珍珠奶茶一直到各种各样的甜的手摇饮料，那又便宜又方便，到处都有这个甜饮店。那所以大家变得有这种习惯，以这个小孩或者是青少年的这个口腔健康都是非常不好。卫福部讲，手续茶世界拢有得买，对爱啉饮料的囡仔来讲，就算是学校禁止卖甜的饮料，要是凊彩就买有。建议家长会当教育囡仔，从细汉就莫啉饮料惯势，为幼囡仔的时期就会当开始每一天至少使用一解有氟的起膏来洗喙。卫福部嘛建议，伫盐内底加氟的可行性，希望会当降低民众酒气的比率。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中部的一个社区，为着要让侪伙人体验无共材料来做手工艺创作，因请做艺术创作的老师，教因安怎用泡加比的塑胶壳啊回收搁再利用，制作趣味搁有创意的艺术品。甲泡加比的塑胶壳啊加做一块一块，搁配合黏土创作无共的造型。社区的时代哪学哪做，甲原本真歹处理的塑胶粪扫变做趣味的手工创作。互咱老人吼，这个手去较活动，吼，再来搁会目睭，吼，过来就是咱的脑筋有咧想讲，要安怎做，要安怎做。我觉得有些作品，它用这个壳去呈现会蛮好的。那它刚好也可以带入一些比较循环经济跟简单设计的概念去做一些创作。是可以两全其美的方法，这样。为着要让时代会当动手动脑筋，嘉义县中部乡的路民社区特别找甲过去无共的手工课程，用因毋捌看过的材料，增加手工创作的兴趣。趣味，然后安尼豆豆捏安尼吼，做起来就我想要一个就是成品安尼吼。没办啦。我们以为长辈上课起来其实比较难度，因为它比较小。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对于手部敏感度比较不好的长辈，其实他反而用更多心思去做这样的产品的一个捏塑。指导的老师讲，加浓加比的塑胶壳啊，利用加黏就会当有真侪变化，而且创作的材料佫唔免开钱。社区表示，这种创作虽然较功夫，但是其他的作品嘛，好完成的时代，拢感觉真有成就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
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8度。接下来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